用心去。书记，爱家宝贝，你猜咪呢？爱猜啥咪？创新讲法，全无距离，两个一条，合法传千里。小准诶，你去开门，看乜人来咧？唔免硬飞路向啦，系硬来。阿贤呢，唔好来哦。来诶，太保诶，你讲话较正经点，好冇？忙中话先打炮，忙叫来诶先安命。俺连男朋友都冇讲，忙结婚，叫我又来喏。阿贤呢，唔听懂哪去啊？我系讲来 ，LINE，一下轻视行嘅书记同心软体啊。唔掉地毛，时代才进步，社会改变，世界嘅出都该改变。冇人会参演戏等人哦。比如讲赖达出现，出来无小色。有道理，赖大又强又方便带，含氧水，故说健康无人直接用出来货咧。计算机出现，爱弟，双盘就小色，系嘛？冇错，计算机细细一台，又强又正确。故说啊，健康嘅算盘，迄本不用不亏老公用嘅，唔对讲系啊唔系啊？就像 CD 出现，也还慢，人还多嘅用表应带啊。各位朋友啊，见到礼貌，太保嘅出现，乜该会小色。你讲会小色，会本太保能死。唔系啦，唔得看见都市。太保嘅出现，就当个嘅鸡排汉堡就会小色。哼，冇鬼冇气。是你。太保，冇钱。呀哈，赖一出现，就冇人会发现新了。其实啦，也唔系讲乜人抢走乜人嘅胜利，只系讲啊，也系人行下做地接触新嘅事物，来好用系好用，唔过啊，牙表子就因为来沙漠踢饭碗。啊，娘葱哦！发讲啊，牙表子曾任一间公司，有一日家主管要去出差，佢就太上讲，经理唔放心啦，还有乜嘅事情吼，我全部就会赖本啦。哈，来本记。也就导多事嘞，啊，好当。有事情只讲唔开，还讲赖本骗你。骗来唔骗来，也只讲查咧。故说就你们阿族亲有钱嘅人，马云讲，唔做乜该按成功啊？做乜该？嗯当简单啊，挨啲嘅做，唔掉啲嘅看啊。有道理。客家老公也唔系就有讲，半夜上嘅千条路，天公本冇条夫。还有，眼看前边唔当是做一笔。学识有样，时间到奶，成秋到奶，冇再讲头摆。系为了冇害。生意的叫自用同怪，创新求变莫青菜，青莫头塔黑莫海，莫等火烧到富农袋。敢去一单车，唔敢去不卡手，是100做么是200，爱成功唔系一年半载，时间到奶，成秋到奶。客家后生创新意，丰富精彩，客家安来。阿贤诶，太棒诶！西尊呢，下载一 QQ，什么客家按自身。各位评判先生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本日爱讲嘅系1954茶平安转国行。